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读做頷，好暗頷第一条，頷就是喙内底顶缘，也有下缘的部分。顶缘咱讲顶頷，下骹缘咱讲下頷。另外，古早的字典解说这里頷的意思是讲目睭皮浮肿，咱讲口甲目睭含頷。另外，嘛有大口的意思，像讲一个囡仔真頷，甘蔗真頷。目睭皮咱讲是目睭頷，共款分做顶頷。下頷，另外竹啊一节一节的中央，咱讲竹頷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頷頷，会当讲是一个人的目睭皮整整。另外古早还有一个意思是讲一个人生做较肉财。第二个词咱读做下頷，就是喙内底下骹缘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火气大，目睭皮頷頷，喙内底缘的顶頷下頷拢感觉热热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頷提供予大家参考。